我只不過係因緣際會參與咗呢場採訪。咁就其實呢個係純粹時代將我擺咗喺嗰個位置上面啫，唔係我自己有啲乜嘢地方。當然我自己一路都警戒住自己咧，就話我係做一個記者，而唔係做一個運動嘅參與人。所以咧，依然係應該係比較客觀抽身咁去觀察呢件事。但係當時我以我自己嘅採訪嘅經驗同埋嘅判斷，我覺得係應該保護我哋所拍到嘅錄影帶可以安全離開現場，可以俾觀眾見到為一個首要嘅目的。咁呢個對與錯，我到而家我都講唔到出嚟。我都講唔到出嚟，可能我係決定錯誤都唔定。學運係一個學生自發非暴力嘅一個社會變革、求取更好管治嘅一個運動。呢啲咁嘅香港學生運動咧，其實咧，如果你講翻嘅性質咧，都係同呢個譬如五四運動啊、六四學運啊，咁其實係一脈相承嘅，都係表示一個年青人嘅對呢個社會嘅一個制度嘅思考，同埋最完美制度嘅一種追尋。我希望而家新一代嘅朋友去做呢啲社會運動嘅時候咧，就其實如果你本住公義，本住非暴力，本住理性呢啲咁嘅做法去做嘅話，就我覺得義無反顧做落去啦。人在做天在看，你用意係點，你嘅行動係點，歷史係會記載落嚟嘅。